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啊。咁去過上百個國家城市，點解而家選擇攞香港身份呢？今日想同大家傾下，作為一個地道老港，文化飲食各方面都可以快速適應香港生活。深中通道、珠港澳大橋，真正實現大灣區2小時速達，非常方便。選擇香港仲有5大原因。第一個就係子女升學，唔使高考，通過 DSE 考試可以申請香港8大公立大學、內地985、211雙一流名校。第二，華僑生聯考攞到永居後咧，題目簡單，錄取線低，400分左右就可以上一本211，避開高考來源。第二點就係出行自由，香港永居加特區護照，全球170幾個國家免簽落地簽，想去邊度直接去，唔使提前辦簽證。商務旅行非常之方便。第三點，醫療福利，香港公立醫院幾乎免費，住院每日大概120港幣，高端醫療資源充足。咁香港私立醫療咧服務好，適合睇重高端就醫體驗嘅家庭。第四就係資產同稅務優勢，一冇外匯管制，資金自由匯款，海外投資限制低，方便做全球資產配置。第二就係大灣區內港籍人才個稅超過15%部分咧補貼返回，適合高薪人群。第三就係跨境企業外企普遍偏好有香港身份嘅員工，晉升更加有優勢。第五就係雙重身份，內地社保、公積金、戶籍全部保留，唔影響內地買房、養老、醫保，同時享受內地生活便利。香港教育、醫療、稅務、出行優勢。咁香港名下知多啲，關注 Winnie 話你知。